什么叫做分段交易呢？比如说一段正常的大的上涨走势，它不会直线的拉升，它中间都是有上涨有回调，有上涨有回调有上涨的一个过程。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做周线级别的趋势交易，我们是尽量的是什么呢？一段上涨结束之后我们就会离场，然后再做下一段的上涨，那么做完之后再下一段的上涨我们才会去做。也就是说我们尽量回避中间几个月的调整，尽量的做拉升段上涨段。所以我们会把一整段的比如说月线级别的一个上涨，我们把它拆解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去做，但是这种一小段的一个上涨，它们至少也是有1倍左右的一个上涨空间。那么对于有一些大格局的，可能它是做月线的，那么它就有可能在低位买进去之后一直拿到高位，但是这种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太难接受了，因为中间你要承受好几个月的利润的回吐，对于大部分的散户来说他也没有这个耐心，同时我们又不去做短线，所以我们采取了折中的一种方式，我们就这样子周线级别的一段一段的上涨我们去操作。一般这种呢持仓的时间大概是3到6个月左右，所以你就看3到6个月的时间拿翻倍，你看你能不能接受。